么厉害？好不好玩？去买菜龟，主要我是要去买龙须菜，迄对血糖的控制不错。我去买龙须菜，去买红的红苋菜，啊，搁买土龟。嘿，我搁上欢喜买一张，啊，搁火龙果，哦，伊迄火龙果真甜。哦。啊，搁买了一颗野姜花。它的价格跟那个99差怎么样？我已经很久没有去99，所以我不知道。那些都网络地，你忘记了吗？龙须菜1磅2块多吧？我也忘了。反正我大概拢买的，啊，拢种偌济我就好人。反正你那个假币唔知米给的对啊。无啥在，因为我主要是觉得知道那个出处啊，知影是家己安尼种，我就感觉真好啊。看他自己种，然后比较安心这样子。哦，他是在哪里呀？他在你这么叫91号哈，向西，然后 Norwalk 下来，他近啊，Norwalk 下来往那个什么 Garden 啊，那个 Hawaii Garden 213街哈，对，左转进去，然后就左手边有写一个菜谱。伊迄就是敢若人兜安尼啦。我就是讲，你无继续那带咱来遮，结果仔细就看，那边写一个菜。哎呀，等于重复式。后边呀，200几2几对，Hawaii Garden平地。他没有每天开呢，他24日，嘿，2点半休息啊，2点半是休困。12点半到2点半。哦。OK。啊，我去的是阮头一个去啊，了就安尼，人有够济。主要安全啦，主要伊迄家己种的吼，啊你若要爱啥，伫遐现甲你挽的，现才去烤起来。哇塞！也有卖香肠，也有卖肉丸，也有卖台湾的物件就对啦。真的哦。伊家己做的啦。来，要甲咱静音啊，要开始啊哈。OK， 好，咱做伙来读圣经啦哈。好，开始先来，上帝的奴仆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着上帝竞选的百姓的信，甲要互因捌敬虔的真理，以永远活的盼望，就是无白贼的上帝，以永世代的大圣所应允的。若是到期，就显明伊的道理，就是照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所交托我传的，火寄互提多，就是照上甲有的信，做我的真的囝。愿你对上帝甲咱的救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平安。我留你伫极里底的缘故。就是爱你将遐个办未明白的事，拢办到整齐，佮照我所吩咐你的，伫逐个城设立长老。若有人无通嫌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囝儿有信，无人过放荡不法的则通，因为监督着无通嫌，亲像上帝的管家，无自持。无快受气，无因为食酒来起事，也无爱拍人，无贪不义的钱，着好款待出外人，爱好守纪、公义、圣洁、节制，坚固守迄个照正教、用真实的道理，互伊会用端正的教示来劝勉人。佮会辩倒遐个博闻的人，因为有济毋顺服的人，就是讲浮漂的话欺骗人的，属割礼的人佮较是安尼。即个人的喙着甲伊ทับ因为着不义的财利，教示所毋应该教示的，来败坏人的全家。
因中间一人就是因迄族的先知有讲，叫你底人常常讲白贼，做歹受，贪食佮贫寒。即个感情是真实，所以恁着严严责备因，互因对神的顺传，无爱听犹太人的无影的话，甲谬谬真理的人的界面。伫清气的人，万物拢是清气；伫遐的误会无信的人，无一项物清气，连因的心智甲良心也拢污秽。因伊家己认捌上帝的，若是伫因的所行就毋认伊，因是罪恶的、悖逆的，伫一切的好事做无重用的。这是今日台语啊。中文，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蒙召、蒙差遣。去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引领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这真理是以盼望永恒的生命为依据的。那不撒谎的上帝，在万事以前已经应许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便借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我受了付托，奉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提多，我现在写信给你，你在我们共同的信仰上是我真儿子。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恩典平安给你。我把你留在克里特，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些还没有办完的事务，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我曾经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他必须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要乐意接待人，喜爱做好事，庄敬自重，要正直、圣洁，能管束自己。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这样他就能够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因为有许多人叛道，用荒唐无稽的话欺骗别人，尤其是那些主张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你必须禁止这些人说话，因为他们为了贪图钱财，已经用不该传讲的学说破坏了许多家庭。他们克里特人自己有一个先知说过这样的话：克里特人总是撒谎，是恶兽，好吃懒做。他这话没有讲错，所以你必须严厉的责备他们，好使他们有健全的信仰，不再听犹太人那些荒唐的传说和那些背弃真理的人所坚持的规律。对洁净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洁净的，但是对那些污秽和不信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东西是洁净的，因为他们的心地和良知都污秽不堪。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恶的，是叛徒，做不出什么好事来。咱先来祈祷。听了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信友教会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伫你的面前。阮今仔日要用你的话，伫提多书第1章要3甲来研讨。求主你对这个中间的话语来帮助阮，
阮会通搁用更较顺良的信心来追求来跟对你。阮也为着阮加州的疫情来祈祷，也为着即几工的炎热的天气来祈祷。有一个所在有大火咧烧，有一寡人需要去互来要求来去逃难吼，去别个所在求助你来保守遮个所在遮个人。阮将今仔日应验主旨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的名。好来，咱先来看分段啦吼。伫提多书中间，伊就开始共款。保罗批信的一个特色，就是讲伊开始拢会请安。伫这请安的中间，伊有一个真标准的模式，就是讲伊会讲伊是甚物人，然后甲甚物人请安吼。伫迄个中间会讲到伊写批的目的，然后佮甲因祝福吼。伫第1节到第4节这中间也是共款吼，也是共款。咱会当看到讲，伊伫遮最主要是要互提倒一寡提醒，也是讲教导，也是咱讲一个牧会的guidance 吼，来引带伊讲要安怎伫即个岛内底的正教会来服侍安尼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讲伊互即个提倒的一个教导，事实上伊互提倒的教导呢，是对即个第5节开始一直到第3章伫要结束的，拢差不多是咧讲着遮个代志啦吼。伫今仔日即段的圣经内底，第5节到第9节咧讲着伊要安怎来整顿即个克林特教会吼，正教会遮个代志吼。咱知影伊克林特岛，咱前礼拜有讲着，伊是一个海岛，伊是一个海底火山爆发了后所产生的一个岛屿，所以伊的即个地理上的关度差介济啦吼，所以伊伫陆上的交通伫古早可能无遐好，真有可能伫岛的东边要去到西边，着爱坐船啊等等遮的，所以伊对因来讲就是讲，伫逐所在逐个港口去设立即个教会是真重要一个任务。更较重要任务是讲。伫迄个所在爱制定即个教会的体制，设立长老。伫这经文内底有讲到长老的资格啦，有讲到监督的资格啦。这咱伫即个提摩太前书第3章内底也有讲到啦吼。然后伫即个第10节到第16节即个中间咧讲到即个假教师会教导遮个因咧讲的物件。咱会当看伊讲，伫因当初时所面对的假教师，基本上是咧讲犹太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因在地遮个外邦人拢是希腊人，所以因拢有一寡受到希腊的文化，甚至讲伊即个海岛是一个真重要的商业啦、军事啦、交通的一个海岛一个地点，所以遮个人点菜拢有迄种。做生意人迄种的巧，也是讲干巧所以因家己的一个铁学家在咧批评因家己的人伫这经文内底咱看会到上落尾伊就伫遐咧讲着清气啦其实这个讲清气，咱若严格要来讲嘛，是咧讲着假教师啦。就讲假教师因的心态，看足侪代志拢无清气，所以因就无清气所以因。家己无清气，所以看足侪代志拢袂好势安尼吼。这是今仔日大概迄个分段安尼吼。咱开始来看吼，提多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4节这中间，保罗请安啦吼，保罗的请安。伊遮咧讲着上帝罗卜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吼，伊借着这个受差遣的即个身份、即个信心、敬虔的即个真理，要来伫即个所在来甲因提醒、甲因教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有讲真清楚，这是保罗的批信的一个特色吼。虽然伫写作的方式顶悬有一寡圣经学家认为讲，这有可能是保罗，也是讲保罗
会某一个人对伊写吼。我想，迄毋是介重要诶，咱爱去讨论诶代志，就是讲，咱要爱知影是讲，这是保罗或者是讲保罗交代人写嘛好，但是迄完是保罗诶意思，伫遮要来甲提倒讲着，也要安怎伫遮诶教会来牧会诶代志，然后伊佫互伊祝福啦吼。所以伊伫遐自我介绍，就讲保罗伊讲是伊是上帝诶奴仆。上帝的使徒，伊是耶稣基督所来甲伊调吼，佮甲伊差遣，来帮助上帝的选民的信仰。伫即内底，咱连伊会来讨论迄选民伫遮的意思到底是虾米货吼？咱咧想讲，保罗足反犹太基督徒的是安怎伫遮佮咧讲选民？而且伊一直强调讲，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是安怎伫遮佮咧讲选民？咱等下来了解者，其实有伊伫遮咧讲诶无啥共款诶意思吼。保罗伫遐咧强调是讲，伊诶责任是咧带遮诶人来认捌信仰迄个教导诶真理吼。所以迄个真理诶教导对保罗来讲是非常重要吼。选民诶意思是啥？咱对汉字来了解，选民咱直接会去想到以色列人，咱用英语来讲叫做 chosen people， 但是事实上伫希腊文遮毋是迄个 chosen 即个字，吼，毋是用即个字啦，吼，毋是被选遐个民。伫希腊文诶即个字吼，即叫做 eklekton，eklekton 甲迄个希腊文诶教会 ecclesia。是共款的想法，拢是呼召，就是讲去互耶稣基督选出来，即个是叫做 call out， speak out， 就是讲有小可亲像讲去互上帝呼召，去互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人，较毋是伫旧约。以色列民族咧讲的即种去互上帝选的特别的一个民族，这个是无共款的意思吼。所以伫保罗遮咧讲，咱用汉文来翻译做选民即个若要更较正确来翻译是讲去互耶稣基督呼召出来遮的人，包括啥物人？包括犹太基督徒甲外邦基督徒，这个是真重要的物件。即个伊遮伊咧讲的选民的概念是比旧约的了解是更较快吼，就是讲所有已经伫教会内底，咱讲 ecclesia， 这个是教会嘛？教会意思是讲一群人受到呼召，组织做伙叫做教会，一群人因为上帝的呼召，是讲一群人因为上帝的名组织做伙，这叫做教会。保罗咧指的是这个啦吼。所以一群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拢共款，因拢是保罗咧指的这个对象。好，第二在讲伫信心甲真理的财物顶悬，这是保罗受呼召，伊做外邦使徒的职分，要来引传遮个人接受福音以外，伊特别佫强调伊有迄种教导的责任。教导的责任是啥物货？我真爱甲基督徒分做三大类啦，三大类。第一大类就叫做军队者啦，军队者，就是讲，亲像耶稣去到逐所在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一群人拢一直跟伊。上较济所在是5000人食饱迄个故事嘛，迄个叫做对咧行的啦，另外一种呢，叫做门徒，是咧对伊咧学的；那另外一种呢，是使徒，是有受差遣的，受差遣的。所以保罗伊伫往大马色的路上来拄着耶稣基督，然后受到医治，伊来伫遐悔改认罪了后，成做一个受恩的基督徒以外。伊佫领受着主的呼召，即个呼召毋但是要传福音尔定，
毋是要招一群人来对伊尔定，伊搁伫遐讲伊有一个教导的责任。即个教导的责任，咱会当大概分做两种的想法。一个就是讲，去伫教会来教导设立，亲像伊咧叫提多做即项代志，就是讲爱设立教会的同工，然后来设立迄个体制，互因会当家己来管理教会。然后，佫另外一个教导的责任是，咱有看见伊训练啥物啦？提摩太，伊训练提多，训练其他的同工来成做接线的使徒。所以伊的责任是佫较深啦吼。所以伊伫帮助信徒伫认捌神即个真理，伫生活顶悬会当佫较敬虔吼。再来就是讲，借着安尼，互因会通来追求即个永生的愿望啦吼。永生的愿望，毋是伫迄个白插话中间，伊特别伫第20节中间咧讲着上帝是无讲白插的上帝，吼，无讲白插的上帝。迄个意思就是讲，其实伊咧做一个对比，即个讲假真理的人、假教导的人，基本上因毋是咧讲真理。所以伊咧甲即个安尼讲的tension吼抓出来吼，所以伊咧讲着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要传的是即个财物，互咱得到借着安尼得到迄个愿望，也是爱真正认捌，透过认捌真理，就是爱读圣经，爱知道理，才会当明白的代志吼。第三节伫即个所在有真侪人误解讲着即个日期啦吼。我捌听人咧讲这就是咧讲日子的代志吼，其实毋是啦吼。现代中庸译本的翻译比较较会当互咱了解。伊咧讲着迄个时机啦吼，时机到了吼，时机到了。伫即个希腊文的意思，即个字其实是一个 season 吼，一个 season。咱知影吼，我昨天问阮查某囝吼。我讲秋天什么时候到？秋天到了没有啦？伊搞不清楚。我可能问足侪人可能嘛毋知影讲秋天当时到，特别是咱即马足热的时阵吼，咱会感觉讲搁咧热天呢吼。你若对西洋历来讲吼，秋天还未到。西洋历的秋天是921啦吼，但是对咱咧讲的农历来讲吼，其实秋天已经到啊吼。旧历的7月初1就是秋天啊吼，8月10号中秋嘛吼，所以这是无共款的文化咧看物件啦吼。我要讲的是讲，伫原文的即个字，伊咧讲的是season啦，吼，season若是到的时阵，咱就会知影。其实耶稣嘛捌讲着遮的概念，咱明仔载迄个第二地方神的即个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吼。遐就咧讲着耶稣咧讲即个你若看天色，你就知影吼，即个天上即个即个意思是真共款的意思啦吼。讲当时间若到的时阵 ，Kairos 是 season 啦吼。即个 season 若到的时阵，你就会知影，也是讲 season 若会到的时阵，也是讲上帝的时间若到的时阵。吼，像讲，咱拄则咧讲着种物件啦吼，咧修行，咱知影讲一寡物件，伊就是一定4到的时阵才会开花，4到的时才会安那结果。共款，上帝的即个日子要到的时阵，迄个应允的日子要到的时阵，伊家己就会显明。这是伫保罗伫即个所在所伫讲吼，但是伫咱咧讲咱传福音的责任。是照着上帝所交代互咱的吼，咱着爱尽力。当迄个时间若到的时阵，自然伊就到啊。所以咱着是爱照着所托付的责任去做。上帝的时间若到，咱拢免烦恼吼，咱拢免烦恼，免对人安尼闻之起舞啦吼。我想最近伫台湾发生一寡代志，咱会当去来做一寡对比的思考。会当了解啦吼，有诶一寡物件会互咱引起人诶恐慌吼，伊咧当然即个指后壁咧，伊要讲诶即个假教师咧讲遮物件吼，好，来，伊就是讲，
伊咧要表达的是讲，上帝交托伊即个外邦的使徒的身份，伊就要尽力伫即个所在来做，所以伊要来建立教会的制度，来等到迄个上帝的时间若到，上帝的时间若到，上帝的道理就要显明了，所以伊教导即个提多爱安怎来做。然后第四节是咧讲到伊甲提多的关系啦，伊讲伊写批互提多，提多是啥物人呢？提多是伊共款的信仰的下面的真囝儿啦。迄个共同的信仰是咧讲啥？其实共款，伊咧甲后壁迄个咧做一个对比。伊保罗甲提多甲遮假教师是无共款的信仰，意思是讲，提多是一个伫正确的真理受教导出来的一个同工，伊要表达即个物件，所以伫即个所在了后，伊才受到保罗的委托，以克里特岛伫即个所在来成做克里特岛的使徒，咱前礼拜看即个图片，是讲即个已经变做一个废墟啊，即个礼拜堂叫做圣体罗斯，就是讲伊要纪念即个提多主教的一个礼拜堂，咱知影讲伊伫遮做真重要的工啦啥物叫做真囝儿啦真囝儿毋是咧讲真正的迄缘的囝是安怎就是讲意思咧表达讲伊伫迄个信仰的内底，甲保罗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0节，保罗嘛安尼称提摩太，伊是伊信仰顶悬的真囝儿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你是真正我所疼的囝，但是迄是咧讲属灵顶悬的关系啦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伫台湾无偌久之前，大概去年底吧，伊家己伫 Facebook 找着我我已经几若10档无看着家己来找着我，佫甲因这住伫维也纳啦来找着我安尼伊即2工因太太生囝，我拜托我一个较早的学生咱应该捌看过，迄个英国教会的牧师去甲伊祝贺安尼咧介绍因2个时，我就讲这我较早带大汉的囡仔啦其实因即摆拢毋是囡仔，拢30、40岁，甚至得要50岁安尼但是就是讲较早我带大汉的青年，细汉的时我就带，共款迄种的意思，就是讲伫迄个属灵的关系顶悬的迄种同伴，是讲迄种属灵的亲人的关系，迄种的感觉啦保罗伫遮咧表达也是共款的意思到落尾第4节后壁，伊就讲愿恩惠平安对爸咱的上帝甲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伫你当然这个批是写互这个提多的批，所以这个你是单数的伊伫遮来甲伊祝福希望伊会当有上帝的恩典，甲伊三合对地，伊的牧会中间伊会通遮来借着安尼来得到帮助第5节开始就是咧保罗咧讲到即个对提多的提醒，也是讲对伫遮伊要爱伊来做的代志我拄则已经有讲到讲对第5节开始到第3章11节，这拢是保罗对提多的教导甲提醒即个内底有无共款的 topic 咧讲咱就一段一段来了解啦伫即个内底有咧讲到做监督，还是讲做长老的即个的品格，还是讲迄个要求啦按先要来看是讲，伊讲我进前留你伫克里特即个好本番就讲我从前，即个从前小可会当会互人误解讲介绍提多已经无伫遐做即个宣教师共款。其实是伊讲我进前就派你去但是伊即马佫伫遐即个从前毋是讲伊伫克里特这样代志已经过去式所以这小甲咱讲清楚一下所以保罗派提多去到伫克里特其实嘛毋是干那即个尔
保罗捌派伊去伫别个所在，保罗嘛捌去别个所在的时，摕到即个同工的代志吼。咱讲伊捌派即个摕到去到达马太的所在，吼达马太记载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伊讲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去到帖撒罗尼迦去啊，吼。结力书往加勒泰，提多往达马太去。达马太伫倒位？来，我用地图咱看吼。这就是当初是迄个罗马时代的领土啦吼。罗马时代领土是遮尔啊大吼，甲遮阁有吼，这个是因的迄个时代的领土。来，伫遮，搁倒转来看吼，伫遮。伫北希腊，伫北希腊的所在，我用较近的吼，就是伫即个所在，伫马其顿的北边，咱拄则有讲着吼，有另外一个人安那离开着无，就去到帖撒罗尼迦，提多就去到即个所在，伫遮，伫即个所在，大概因保罗的宣教，拢伫即个。毋是土耳其，是咧，毋是土耳其，就是伫希腊即个所在，好，再来搁另外一个所在，伫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3节，保罗安尼讲，我进前为着基督福音到着特罗亚，主也甲我开门，因为迄个时阵无拄着兄弟提多，我心内不安就。西北去到马其顿去啊，后来咱来看地点啦，保罗咧甲哥林多的教会人讲，哥林多伫倒位？哥林多伫即个所在，咱看到特罗亚，保罗讲我来到遮的时阵，无看到提多啦，伊伫遮嘛，无看到伊。哥林多教会是伫。希腊的上下骹边吼，伫遮伫即个所在吼，连伊我会搁甲即个所在点出来吼。哥林多后书7章第13节到第15节，因为安尼我得到安慰，并且伫安慰中间，恁众人互提多心内欢喜，我就搁较欢喜。我若对提多来夸奖。恁什么货嘛无感觉来见笑吼，所以伊甲提多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吼。伊伫遮咧佫讲到即个教会，哥林多教会的地点伫倒位吼？来伫遮吼，咱拄则有讲到，所以大概提多的服侍的所在，大概伫遮，因为伊若要过来，一定要经过即个哥林多。或者是雅典即个所在吼，伊甲过来伫即个所在，所以提到甲遮的，咱讲地缘拢有关系吼，拢有关系吼，即大概互咱了解一下吼。伊搁一摆伫即个所在咧学了提多啦吼，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6节到23节，我用23节讲，论到提多，伊是我的同伴，嘛做恁罗络的，嘛是做因的同工，是哥林多教会吼。论到迄两位兄弟，因是正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吼，所以意思是讲，因做了真好的工，会当互基督的名得到学乐的意思吼。所以对保罗的角度来讲，提多是一个袂通会搁较得到的一个真好的同工啦吼。好，保罗伫遮咧讲到无办完的代志吼，有个人解说讲，保罗伫遮开拓教会事工还袂完啦吼，其实这毋是咱提多书看到的一个重点，讲要去论看什么人开拓教会。检在保罗捌来遮过，捌通过福音，有建立教会嘛，无解清楚。但是咱解清楚是讲，提多伫遮建立足侪教会，然后伫遮嘛借着保罗的提醒教导，设立教会的长老甲监督的体制。长老甲监督的体制，这嘛真做
教会以后的一个体制，行做教会以后的体制。踮伊我会解说即个部分无大概无共款的教派，伊有无共款的即个伫后壁遮好，伊设立长老，所以建立教会制度。即摆长老教会是啥物意思？长老教会毋是长老来管理教会，其实你若用美国长老教会的体制来讲，伊的长老分做两种，一种叫做 ruling elder，ruling elders，牧师叫做 teaching elder，意思是讲牧师甲长老拢是长老，但是长老是做管理的长老，牧师是做啥物？做教导的长老，这是长老会制度。所以，若长老会用小会长老所组成的，所以伊就用牧师做moderator 小会议长，这是长老教会的体制。然后有一寡非长老教会的体制，因可能无有即个小会，但是因有可能用长老组成一个长老会，比如讲台北的新生教会，伊毋是叫小会，就叫长老会。用长老会就等于长老会的小会意思，但是名称无共款。像浸信会，因就叫做执事会，因就无设长老因就无设长老若执事就任了后，因就无搁叫做执事因毋是终身制的，因就任了就敢叫兄弟叫姊妹尔。伫英语因叫因的主席叫做 chairman， 还是讲 president。因讲执事会的主席安尼，那有的教会是监督制，伊的教会内底无有设立即个小会议长，还是设中会，因伫教派内底设监督。有的教派伊有小会，但是伊无叫做中会，伊有一个监督，伫10几间啊20几间，还是搁较济教会顶悬设一个监督有的是主教制，比如讲罗马大公教会，就像咱讲天主教伊就是主教制，伊就 bishop 再来东正教当然嘛是 bishop 圣公会嘛是 bishop 圣公会有足侪无共款的名英语嘛是安尼啦信义会捌有几冬的中间改做监督制但是目前伊用主教制来执行做因的制度大概这互咱小可了解的就是讲保罗借着提倒，还是讲保罗本身是教会所建立遮的教会制度。伊咧讲到遮个人的品格，其实甲提摩太前书第3章有足类似的讲法教导。当然咱伫遮搁一摆看到讲一个负心人的丈夫啦伊咧讲到重婚的问题啦当然迄种翁也是某过身了，迄种无算在内啦伊咧讲到袂当重婚对婚姻的重视来的角度来看，而且较特别有搁一个讲明的代志，就讲伊的儿女也着搁爱来信主啦咱检测等下会当搁来讨论即个议题啦为甚物做长老的儿女着爱信主啦？若迄个第一代信徒家己来信的，敢会当做同工无啦咱现代教会所拄着问题可能伊的儿女已经大汉无爱对伊来信要安怎这咱等下当来思考即个物件啦伊遮咧讲的意思是安怎其实伊遮咧讲的遮的品格，嘛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品格我想这是一个延伸，还是讲全面的。你若总讲基督徒拢无遮要求的时阵安尼你伫教会内底，你真困难去选择遮同工所以伫基督徒的品格顶悬嘛有遮的要求再来就是上落尾对第10节到第16节即个中间，伊咧证明即个假教师啦我甲分做两个，就是讲第10节到第14节这讲较清楚，伊咧讲到遮个人讲因拢无受约束啦，讲的拢欺骗啦，这就是牧师咧甲咱提醒讲，头前伊咧介绍上帝，咧讲即个袂讲白贼话的上帝，其实伫遮咧做对比咧做对比遮个人讲因相信上帝，但是因讲话说白贼讲
讲假诶话，啊，讲毋是真理诶话安尼吼。所以伫遮开始咧讲着遮诶人吼，比如讲，咱咧讲无受约束即个啦吼。啊，咱即两工看见台湾诶足热噗噗诶新闻吼，啊，即摆搁咧插在中间啦吼。啊，我牧师看到迄个迄个局长伊举行记者会吼，拄举行记者会，伊是记者甲问啦吼，伊讲你有支持迄个中央防疫中心诶迄个指挥官无？伊讲哦，我100%支持陈时中部长吼。啊，记者就问讲，啊是安怎你做代志免甲报告？哦，啊，这就是问题就出来吼。我100%相信上帝，但是吼，我着去找别个神明，因为我无够信心。安尼敢是100%吼？咱有一寡物件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去思考物件。好，再来啊，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40个所在嘛，咧甲咱讲，你凡事着爱端庄，着爱顺吼。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其实咱有一寡物件会通做伙来思考的。咧讲到即个人足爱欺骗的。咧指后壁咧讲的割礼即个物件，因为犹太基督徒咧甲因讲啥？你若受着割礼，才会当得到救恩。啊，对保罗咧讲的真理顶悬的角度来看，这是白贼话啦吼。因为圣经无甲你讲，你着要受割礼才会当得到拯救啊吼。啊，即个是保罗所要甲因讲的吼。再来，讲你着爱安那阻挡遮个人讲话啦，阻挡遮个人讲话，这是啥物意思？意思是讲，伫教会内底有个人真爱用一寡真奇怪的问题在问，也是讲发表一寡伊的看法，但是是离开真理，也是讲离开圣经原则的。啊，伫咱的讨论的中间，你要甲阻挡无？那照保罗的教示，爱甲阻挡，为什么？因为你互伊有机会搁甲讲落去的时阵吼，有可能伫咱的中间有一寡对圣经较无熟悉的，对真理较无认识的，也是讲信心较无坚固的人，伊就会安那会受影响啊。伊毋知伊讲真啊，讲假啊。所以保罗伫遮会对提倒的建议就是讲，拄着遮个人咧发表意见，你爱甲挡掉，袂当搁我讲落去啊，因为伊讲的是毋对的吼。来，伊讲遮个人贪不义之财啦吼，贪不义之财啊，可能就是讲借着遮个礼仪啊，共收一寡规费啊，这嘛是对教会来讲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呢。哦，真重要提醒就是讲，有真侪迄种成功神学的教会，真侪迄个大经的教会，拢会甲你讲吼，你着爱安怎，你着爱奉献了后，后壁你才会安怎。原来有即种的问题伫呢？吼啊，伫教会历史的中间，1517年是安怎马丁路德要改教，就是因为天主教对伫迄个告解告解认罪这项代志来讲，开始产生一个叫做赎罪券。赎罪券到尾啊你毋免真正改变，你只要安那开钱去买就会使啊这对教会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甲反省的所在。然后伊伫即个所在有提到讲，伫希腊的神明的先知内底有一位照历史的记载。即个人叫做 Gnosos 的即个 Epimenides， 伊即个哲学家，伊捌安尼批评因家己的人讲，克里特人定定讲白菜是一个真可恶的野兽搁安那搁爱食搁笨蛋我较早做编一个部就爱讲一个台湾迄个字句。即摆伊甲我考试，你知影？我阵仔甲咱考一个。伊讲有一个迄个做媒人的人这是笑话啦做媒人的人去甲迄个新郎的主持人讲这个新妇足好的呢，勤俭搁骨力。伊讲真诶对啊，真正俭足骨力有听无？
轻者欠着过来开，轻者欠着骨力开，啊，这就是这个哲学家咧讲遮的人啊，就是讲遮的人啊，好，拄则是开玩笑，啊，拄啊好符合这个啦，拄啊符合这个 ，OK。所以保罗对伫这个希腊，对伫遮的人地方的文化嘛真了解，然后伊用这个哲学家的话来甲提醒特里特的人的民族性到底是安怎，互伊来议。当然，伫即个中间，犹太基督徒是上大的问题之一啦，所以假教师也是假教义来对两个所在，一个是犹太人，另外一个是希腊的文化。好，上落尾15节到16节，咧讲到清气耶稣捌讲过，洗过身躯的人，伊洗咧骹了就清气啊。其实虽然无啥共款，但是意思嘛真共啦，还是讲。对保罗角度来讲，你的心若是正，你看的代志就清气的啦，你的心若是无正，你所看的代志都是垃圾的、无清气的。所以，迄个洁净的这个爱对心底开始啦，以保罗的话来讲，伊讲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凡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这嘛会当应用伫讲，因遐讨论讲，什么物件会当食，什么物件袂当食，这是犹太人基督徒咧讲的。这火袂使食，这着爱安怎，这着安怎，其实伊的意思是讲，就像保罗捌教示过，凡事你若通过祈祷感谢着安那，凡事拢通感，毋是安尼。这是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讲的。第16节伊咧讲着讲，遮的人。讲是捌上帝，但是耶稣却是甲上帝相违背啦，相违背。即讲因捌上帝，捌旧约的上帝，捌知影即个信仰，但是因却用即个犹太的文化来代替迄个真理，所以变做咱讲歪理。这讲歪理就到尾就讲白贼人啦，伊毋是讲真正的代志，毋是讲真正。好，上落尾问题来，现代基督徒有甚物款会坚持甲犹太共款无？咱敢会甲犹太遮的基督徒共款？咱会坚持一寡甲救恩无相关的物件，会无？咱捌拄过即种的情形无？我想这真值得咱来思考啦，来，过来讲洁净啦，对现代的咱来讲是甚物款的提醒？保罗咧讲遮犹太基督徒咧讲的洁净礼啦，也是讲甚物会讲什物物件会当食袂当食，到底保罗安怎教示咱基督徒要安怎做？我想咱捌提出来讨论过啦，搁一摆互咱来讨论咱讲毋知影无清气的物件是即个健健，还是讲洁净，还是即个信心的问题？有当时啊是因为信心无够额，所以咱感觉讲这食了会惊，嘛有可能啦。再来接受约束是毋是信仰啊？伫圣经内底毋是讲真理，互咱得到自由吗？到底咱要安怎来了解接受约束是甚物款的意思？伫信仰上，咱做基督徒的爱安怎来做？好，到遮。来，要讲的家己开声哦。开，文华兄，周牧师，恁即摆是伫倒位？伫美国，无听我的声。有啦，
有哦，周老师对，回来哦，我即马还阁伫阮囝遮啦， OK，对啊，无看到两个虫啊。哦，即马关伫房间，哦，我先甲迄个 live stream 关起来好啊，我想咱来讨论安尼。